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嘅》，我係吳綺蓉。今日來到我哋現場嘅來賓呢，咩係一位畫家，唔過如果貼喺度，人講伊係雙膠畫家，咁人哋睇得出嗬，伊嘅身份同其他嘅畫家規模同樣，咁應用呢個故事呢，今日都有請伊來分享。歡迎畫家文水河先生。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福喜來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文水河。我對灣灣來鄉下人哦，講鄉下人咯，嗬，你表示講，你係台灣蠻大嘅，係冇？咁文先生台灣蠻嘅成長嘅印象係乜嘅？台灣看到都天沙嘛，太湖山嘛，嗰個看到差唔多都人講鄉下個講嘅風景嘛，見人看到差唔多安尼，鄉下特色都安尼。咁唔係乜嘅時節開始學畫圖嘅呀？原先都青下畫圖，開始那種畫漫畫嘛，佢係畫諸葛亮嘅時節開始。到時候時節，因為畫漫畫，各位又看到各種鄉下各種鄉土民情啊，都深度都親手拿筆去來畫東西，都給開始那邊呢開始都拿紙筆，你睇畫圖安尼開始。咁我畫家睇不應該畫嘅地方嗎？我有。從哪啊？原始時節，我從前啊吼，冇乜紙筆呀的。個拍攝的壁畫，不是拿木炭都係開始去畫。我睇人上冇乜嘅，係個更差嘅咧。唔會乜哦？唔會，這個都睇畫青彩畫嘛東西。我會按好喏。係啊，唔會幫你修喏。唔會，佢都按你鼓勵嘅，我說多見嘅，或者咁強嘅，都看人都按嘅吼。按你個難得呢。係啊。因為一般細人嘅青彩就會本太人大啊，吼，會按唔會哦，按你畫我別亂畫咩唔會用咧。對，等於按你都鼓勵嘅可以畫畫。讀書人嘅都有興趣嘅地方都出嘅。阿盧卡就完全唔會限制。唔會。自由嘅。咁都初中嘅時間咯。初中時都跟我相同哈。特別畫漫畫，深度嘅項目都像塗鴉那啲畫嘛。初中時間因為有美術課啊，有美術老師會搞嘛。有的時呢，像宋林新老師。我還記得。我讀了一時呢，我嘛請感謝宋老師，因為佢開始我帶人嚟睇諾貝下神的嘛。沒人睇教室底邊畫圖帶人去操場啊，校園底邊開始寫生。這個就啟發我對戶外寫生很不一樣的那種感受了。這係乜嘅感覺啊？平常畫時間都心都用得上，都用得去畫。下神不相同啊，眼珠看到的東西開始去畫。有對象，物件啦，人啦，反正來看到的東西，我有一個對象可以畫時間，深度的同眼珠看到的東西，從下都要畫的字號，從想象力完全冇相同嗰種感覺。因為我有一個根據，有一隻根據安尼畫，要畫到講。可是有的畫圖都係安尼啊，有的根據是挺好的。咁而家下就有發現到自己想會畫圖嘅嚇，乜嘅時間發現到嘅？應該是小學時間人都講嘅，佢畫圖像是畫漫畫時間。特別沒有個算術課本，算術部有六格嘅算術本子。明年我入六格嘅連環漫畫佢說禮拜上課時間。同學都要搶來個漫畫，一本圖我一看，一傳閱啊！佢下人都講你可以畫圖了嘛？真正講，可以色彩風景面的畫過後，可是當我都初中的時間開始寫生以後嘛，經常在寫生以後，老師會把我的作品拿到黑板上去張貼，說這張是很好的。從那時候真的是鼓勵到我。當然，那時候還發生一個事，就是在內埔那邊曾經有一次是一個寫生比賽吧，我剛好是
学校就派我去参加那个比赛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初中2年级的时候，比赛的时候我拿了第1名，那个第1名是要跟美和高中的去比哦，就是我初中高中要一起，那我拿第1名。我记得我站在中间，我是个子小小的一个，其他都大姐大哥。哇，结果拿第1名，哇！刚一心上的画图啊，侬会想讲太好去投征战咯？哦，这当然有关系啦哈。我体上都想读美术系嘛，不过家人讲，你读美术系要花很多钱，因为读美术系同其他科系无相同，用的材料要的钱要用几多我都没懂，像我都较无钱，因而读唔去，我都唔想读的。今日读到有一啲高管同我講，有啲聽學可以介紹唔去讀個，唔去讀嘅時間唔值錢呢。學校有一本，叫做材料有免費本，唔過我還可以2錢我跟佢講，有啲政戰，看他們都政工幹校嘛，有的藝術系，你可以學嘅地方。哇，我都去考嘅好高當初去考嘅時間應該每一個科系都可以報得出來。不過我哋報的藝術系，那一定我冇報幾多。希望意思都講，我希望考到藝術系，我都唔滿意。咁人家還有乜個備案哈？如果我希望考到，因為你說呢按發錢，我來投政戰，政戰呢藝術系我希望上。政工幹校我冇上，我攞去讀別的系嘅，係咪？讀別的系，我都讀音樂系也可以啊。跟下音樂嘛可以強。不過音樂咩會花錢呢？會花錢，不過冇相同啦。都冇相安多，不過一定要考上都錯嘅。都一心愛。都有自信啦，看下。不過家下像到我萬細漢起我咪有嗰種親戚啊，標露台啊、蘇巴哥嗰個畫圖。人家他想講我讀美術相關的時間，人哋時態人就會講，你擺冇差唔多曬，冇一套，甲唔能錄卡就係像萬細漢的學別亂畫唔會慢重要。我讀美術系就一套。我心都有想過啊，讀美術系出來，還差唔多錢，我有其他方法。漫畫畫可以畫，我可以畫插畫嘛。在最長我慢過。連插畫我都畫不起的話，可以電影公司畫砍棒。你都蠻好嘅呢？全部都蠻好嘅。高中都有上好，這個我都係愛畫圖都係。錯。我冇我是，因為我畫嘅好，我假使這種正統嘅我冇辦法，我還可以畫嘅漫畫、畫砍棒安尼。一心愛行也行嘅吼。係啊。跟演員係嘛嘅，那麼按熱愛。畫圖咯，可能因為喺度係鄉下地方看那風土民情、風景、看關係也好，對這種美感，自然天成嘛，深度跟美感最多，都想從事這一方面的作為。論走對那一方面，反正美術相關的科系，我都想入邊來。家正經入到太好嘅一個成績嘅美術系，你有受到乜嘅衝擊嘛？學習到嘅東西。當然啦。高中以前在考音樂以前，我冇真實的欣賞搞過愛完全靠自家嘅能力、自家嘅經驗，畫出來嘅東西。我冇乜個觀念嘅問題嘛，都冇。不過呢度學校嘅課是冇相同因為藝術系同一般的藝術系都係相同的。因為課是一天大部分都開始練幾多素描、水彩、油畫，甚至雕塑等等。因為以話學幾多太好地方念嘅，從嘅藝術的學科當中的其他課程從心理學嘛應用心理學，或透視學啦、美學啦，
等一等，艺术一般的学校全部冇人读的时候。哦，如果伊下系学到几多知识安尼？哦。故说培养一个美术的同学冇咁简单，唔免能画图，唔记得概念的问题而几多个，唔免能技巧的问题，一关你冇入去啊，都等于唔做比那一样的，唔可以说出来，冇办法培养到后背做太高了，咱可以做比的，因为唔伫个内容用的话，画冇相同啊，咱各个画那。都起码咱可以画看板的对吧？画漫画的东西，画东西用更多头脑去想的，某个方式去表现，可能在后边来会介绍一些画世界或者地方，个俺用按嚟去画图咯，对别人用画，跟俺还有画有冇相同的。哦，甲读政工干校的艺术系同一般学校的个差别系乜嘅？时间方冇按多啦。一定冇相同，感觉体态冇相同都一般学生诶，读美术系伊时间全部去加嘛，伊画图时间几多，政工干校冇相同，除了学科以外的时间，我读其他书，军事专业的东西嘛，你不过一般的粗糙嘛粗糙呢。像体政部嗰度，全部都练咯，都同军一样嗰度用，嗰時間都佔係一般都出嘅，其他時間咱係去教，去畫圖嘅，嗰個同一般學校完全冇相同，都有地方。因為他們最終係要培養軍官出來嘅。好，雖然係讀藝術呢，嗰時就比一般的藝術呢學生係只有一般的時間好學啊。叫培養將官啊。係哦，確實都有培養出來啊哈。不過入面呢，呢度嘅包圖也係提早推呢哈，有係有按到乜嘅故事，我哋第二下聽個繼續來請教文先生。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，今日嘅來賓呢係松高畫家文水福先生。頭度呢，文先生同我哋分享嘅嗬，自細到讀政工幹校嘅一個藝術呢，其實算真係順利呢嗬。感覺嘅才情貴做都表現出來，一直到大學其實咩貴順利哦嗬。但係一路畫圖嘅過程冇遇到困難嚇？困難應該是冇啦。你講困難都差唔多講像高中的時間，我都像總統府的時間，喺會議的時間，因為工作過蠻多嘛，你都冇時間去畫圖。我一個念上啦，我有時間都可以，我有時間我都可以畫，我冇講像你講，畫圖，靈感啦，冇靈感畫唔出來，我唔會啦。深度的靈感傾到，冇時間畫都會。係哦。時間本來我都可以，全心去創作。唔是少冇東西好吧？是幾多？幾多？哦，咁因為文先生係輔以20年。20年。20年啊，係退伍前5年，你都做松高嘅。好結果韓國後生就退伍咧，嗬。係。跟原因係乜嘅啦？是因為喺5年啦，也前3年係總統府嘛。總統府時間，差不多一禮拜就2到3次立法院啊。因為要立法院諮詢，可能要做聯絡人嘛，短的時間，睇佢做幾多，睇時間都看到過多政治的現象哈。跟每個人同美術人喜歡的東西嘛，故說佢下都有一些反感。本來同美術的人啊，深度都問過，我做乜要去做工咯？像我哋鄉下嚟做兵的人吼，本來去講做兵一天時間都好嘅，做研究做乜嘅咯？陸漢人從當日往嘅講，以後做一定要做到將軍咯。
我们做顺序安尼培养都过好，时间过短都差不多会多诶。唔过这时间本来看到安尼东西吼，我去个画图的这种兴趣又慢慢又带转来，都唔想做过呢。哦，故说对这事都调整陆战队来，陆战队司令部嘛，都得做样的陆战队司令部。做组长，你组长当清太高啦吼，这唔要降职去升官嘛吼，因为要做主管了，就司令好被一级主管嘛，对医院呢，来感觉都唔系做好嚟画好诶，一多陆战队嘅做工的时间也系安尼，都唔想再做工，想画，又冇办法啊，都。有大报告爸爸，我们半年的时间能可以推嘛？哦，半年哦。半年。哦。你可以推，都大报告，送一次都给你推好了。哦。听一次又再大一次报告。可是都司令要的，全部都可是约谈了。啊。我都讲，我冇办法演员，我都讲我画，我都想画，唔想做官。我冇个原因。唔家报告做安尼写，系都安尼写。冇怪本人推进来吼。系，我都讲爱切都要推都错嘅。哦。因为你再本来做下嘢冇乜个意义啦。嗰我讲我同司令讲，从我上学退下来，你战队都出一个双高卡的嘛，没个好哈。哦，当然都贴佢都准的都错嘅。不过人家做平安顺，没毛边呢吼，人家理想没毛边，穷样上会画图呢。我连提部队时间，我连一号战时间一定要提部队做一些口种啦，某个种洋种啊，某个种哈，一定要也同部队穷下，这穷下时间，动作提啊，边个提生活的时间，我都提画图哦，冇停呢。哎呦，古种人家做平20年，其实有时间就会往内冇团过。都见噶，我做第一教学生啊画相同，动作同冇写动作的哦。就得画图。都得画图。哦，哎呦，古种其实你就係我就係味道，我會畫圖，古種我推你，你一推你，都想講我嚟教下。錯。哦。我都開始講教書，都教7家書，那麼唔曉教嘅，我教唱嘅應該冇用。我講幾多教要相同，又回到公職嘛，相同啊，都7家都可以畫室，都開到見20萬人。就7家嘅工作室、畫室嚟教，好上嘅來，按你個自由。咁你7家。因為你創作一出舞台，你好畫嘅係用哪一風景啊？我畫起冇本物嘅風景嘛。你講畫圖，你講畫人物要得夠難嘛？哈，事實上不是的，畫風景是最難的。每一個畫家，你問到最後，一定是風景畫是最難的，因為風景畫它範圍太廣了，我畫出幾個意境出來。佢古說清難嘛，我都我維持畫風景，唔想畫嗰個人物也得。但唔想畫人物也有一點原因咯。我唔想做個同人畫像嘅畫家。我畫佢好，我人物畫清好，模特我嘛畫佢多。畫下依嘅時間，一定各種人講唔同嘅畫一種，我嘅畫一種，當然可以像畫像使用，可以一種多少錢。這樣子我就變成一個畫像師了，不像畫家了，跟我的理念是不太一樣的。所以畫風景嘛。我像風景就感覺係重壓提7家，自己掌握安尼人像來畫嗰種，我都本人像嘅安尼。對啊，講我一定要畫隨相同嘅東西啊。畫個槍啊。因為叫做係好像鳥屋誒。唔像唔多7家嚟畫。你也喺鴉片有2幅圖，係咪老師做的同人講解一下？可以啊。
旗津呀，伊在造船厂嘛，有迄个旗津，你可能看到，不是会看到遐景色哈。当然，人家看到遐景色，一般人看到都看到，绝对唔会想画啦。像画图嘛，挺难，那种图画的算够难的。你看，改画时间可以试到，草稿其实打得非常清楚的，但是画的时候，我用的笔是用的很大的，也就是说我在画的时候是很大的笔触在做简化的，中间有一些亮的地方、线条等等的，在水彩画里面当然是算很难的，就是你怎么去控制那一条线来呢？一般我都不会用留白胶，赤胶都按了画都空下来都错的，不是说你要胸有成竹，可以笔下去。其实我哪天画时间，你可以给图从天空可以试，我们一般看到天空，蓝天就蓝天嘛，有云的天就有云的天，我把它制造成这种天的时候，你看要色彩变化这么大，怎么去画这么大的一张图呢？我们远看过去这张图当然是就是一个景嘛，你如果近看的时候，图是这么大的一个范围。我画这里的时候，我是看不到这里，看不到这一边的，所以我没办法去比色彩，所以你深度还没胸有成竹的话，你都没办法去画出来。请有经验的时间，你看有办法按的话，像天一样的个线呢，花时间跟个红色的线呢，对右片到左片，当然光线体够右片的时间，左片够暗。你会看那红色的变化，光影、紫哈一点距离以后，你画出来那个红色的变化是青苔的。觉得同一般人开始画图的人的时间不相同，想不到个红色的变化我按到，是在所有的地方相同，绝对看不到一个地方相同色彩。那底部有一个各黄色的，同个一个钴蓝色的地，要两个地方。要用这地方看时间，个正确的颜色，其他地方的色彩全部都自然混色出来。你睇花时间，绝对唔係講挑出哪個色，你都畫哪個色。嗰度色對，一啲上去嘅天意色在貼上嘅時候，用水分的方式讓它自然溶解下來。這水彩畫天然的地方都啱嘅啦。假使唔係專業嘅，你就唔知底下貼上去會變作用嘅。各位，你畫到地方，也哪個地方比較暗一些，哪個地方是灰調子呢？哪個地方是留最亮的呢？靠經驗，都沒經驗的話，一般畫出來，最後疊出來的感覺，可能顏色是整個髒的，沒有像現在這樣一次下去的感覺是透明的那種感覺。水彩從油畫冇相同多呢。因為其實可以講改唔得呢，吼。應該改唔得，改輕難改啦，可以改啦，改要專業的人來改，一般的人冇法改。你看一部畫，唔前畫黑的畫都可以其實按到，當然還會細講，還有幾多可以講啊！吼，也都係欣賞嘅功力。甲作品一部油畫呢，我哋了一下聽，個繼續來請教欣賞。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畫家溫水華先生。好多溫先生同確實有啲教呢，嗬，唔講唔嘅畫嘅時節，佢引人入勝呢，嗬，所以唔會畫圖如鬼衝，這個知識有增加嘅，嗬，唔過同人哋分享一下兩部。好，作品有種圖，應該講一個，唔係講我哋演出很多現場都畫下來。就寫生那種感覺，唔係按你畫法，那是完全個深度的想法。頭擺要後勁溪嘛，後勁溪的地方，在黃昏的時候是什麼樣子，漁船是什麼樣子，同現場的感覺，我完全相同，完全個深度的想法。應該講，回到我比較小孩子的時候是一樣的，我的感覺是什麼樣子的。
并不是说我眼睛看到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在画的时候，你看中间的那个光线就很强。你一般如果是看真正的风景的话，不可能看到是这么白的。那边也不会这么黄的。这张画中，你看我特别把中间这一带用非常大的笔触，就几个笔触就画完了。那个船也没有画得很详细，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形体而已啊。其他的旁边的比较暗色的那些树木啦等等的，那只是一个小陪衬的。所以现在画画的方式呢，已经是心中想出以后以结构为主的。然后这里面需要用什么样的色彩需要配合的，比如说我用到一些蓝色之后，我就要想到比较蓝色的对比色，像比较带黄、带红的那种色彩，它是跟蓝色它是一个对比色，必须要对比。没有对比的话，你画的东西看起来会太鲜艳不会那么协调的。那其他地方那个船呢，大概平面式的去画它，不需要去画到非常立体的感觉，很像的感觉。你大概看起来它是一艘船，甚至在中间这艘船还被中间的一个光影就破开了，那完全是笔触把它破掉了。所以到后来的结构反而比其他的东西都还重要了。一张画中，结构怎么样去把这几个东西摆的让你感觉上疏密有致的那种感觉，色彩到底怎么样去搭配以后会协调呢？笔触应用下去以后是干脆下去以后一笔，还是慢慢的磨出来的呢？就是干脆利落的那种感觉，就跟以前的画法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。这是现在的观念。有片也不咩係就是好，有片的这种图，除了那个船跟桥，感觉那个形体比较清楚以外，其他地方也几乎是半抽象的。尤其是桥的那一头的天空、树木等等混在一起，已经分不出到底它是天空呢还是树木呢？根本不必去想这个，我只要想说后方营造出一个比较抽象的那种空间感觉，那种空灵的那种感觉，神秘的感觉。但是前面的这个船，我还是要画的很像船，只是画的没有那么立体，几种色彩、几个线条，很简单的勾上去。那旁边这些树木呢，那更简单，几乎是一笔像画国画一样，啪就这样画下来。你不要去看说我画的像不像了，那是一种经验上的一种用笔的那种重力感而已啊。其他整体感觉上还是从最上面的那个光线照到的亮度，一直到前方的地面上的一点点亮度，是这张画中最强烈的一个地方。我所营造的是整个看过去，要让中间那几个船是让人一看就看到了，其他东西完全是一个陪衬的。现在观念就这样子，但是整幅画，张力是会比较够的，跟以前画的很像那种感觉。那只是说那个很像，那个很像。现在是整体的那种张力、用笔、结构、色彩的协调性，已经不是以前的想法了。你敢冇去改编嘅原因係嘛嘅？你的画家本来都，你讲做画家如果做艺术家，从画图而言是，功力来是两回事画图而言，那个各个画图都可以。唔是那个观念唔是，唔是去买那个构图、色彩的问题，笔触的问题唔是想。这种很多那个，你的画家、艺术家都花不少时间，却都要用来去个理念画图。那举一个例子梵谷，大家最熟悉的。一讲到梵谷，你如果那个图是梵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梵谷他在画的时候，他没有去想说我眼睛看到那是什么东西，没有的，他只是一个印象、一个形体而已。他就用最简单的笔触，用非常鲜艳的色彩，几乎是铅管里面挤出来的颜料，就一大笔就涂上去，一大笔涂上去，顶多最后呢补了一些线条进去。他的观念是
我要跟以前的印象派画家画得很像莫内他们画的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是眼睛看到的，是眼睛看到那种光影下的色彩是怎么去画的。我的观念是，我的感觉是，这是形体色彩笔触的概念，他要表现，在当初来讲，没有人用笔触的，没有这种概念，是从他开始的嘛。故说你一看到雅花，就觉哦，这是某某人的画，人工的风格就这么形成的哈。同一般人某相同的都以用笔的方法，用色的方法，其他的观念上的改变够大哦。不是在画图的艺术家历史里边，我讲到，一个艺术家有一个理念，用那个方法去画一张图，去诠释这张画的呢，并不是我们眼睛看到怎么画得很像而已。你看了也许不像，但是整体感觉就是很像。毕卡索他再怎么画，就是人家就会很承认他，因为毕卡索他所有的画都有时期变化太大，但是他的每一个理念都是很成熟的，后代的一些画家想要学习的。所以我们现代画家画的很多理念都是靠着以前这些画家理念下来，这些画家我们就承认他叫艺术家，在画画的历史里面会出现的，绝对不是说他只是画图画得很好。我当初看我们的老师们只是图画得很好，画到老还是一样这样子。我觉得画家应该像毕卡索这样子，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不同的理念，画到最后他的理念始终是后方的人去学习的，艺术家都要学他的这种理念的，这样才是一个艺术家。咁唔喺教畫圖嘅時節，唔用嚟教。用種啊，一種都帶給人寫生嘛，好簡單的，眼睛看到就可以了。你應該喺教室裏邊搞剃頭嘅方法，我用攝影機，我哋照相畫一張圖，佢試下都帶學生嘅，學生看電視牆嘛，電視牆看得夠清楚。從開始要一張圖，恩用的構圖呢，恩用的下筆了，鉛筆稿的時間都可是帶，給人一邊看就一邊同步可以畫出出來。抄個完畢開始上色，上色前會講說這裡要注意什麼，要注意什麼，哪個地方是最重要的，哪個地方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地方要怎麼去畫呢？哪邊開始下筆呢？講了大概一個概念，開始就是下筆。我一邊下筆，他們一邊跟着畫，就這樣子，一直到把這張圖帶完為止。有時候是一堂課帶不完，可能要2堂課、3堂課才帶得完。我現在大概用這種方法來教的。這個方法剛跟一般的老師教法，這個會比較難一點。一般老師他只是在現場指導你，你在學生在畫的時候，只是後面跟你講說你這個地方應該怎麼樣，那個地方應該怎麼樣子。但是這種教法是我現場要把理念要講進去，把方法講進去，而且理念方法還實踐出來的方式絕對是對的，不能錯的。所以要很有經驗的畫家，你才有辦法這樣子。目前在國內用這種方法教學的，可能北部有個叫簡中威的，南部就是我一個，找不到幾個是用電視教學現場的。我講大部分先生唔會直接安尼畫，一路係唔畫阿姨教安尼。因為我本科的時間當講好，我畫一張圖給你看啊，他從頭到尾一直畫完，不管你的，你看就對了。那你要從一張一張，要講得清楚。一步安尼。嘿，底部理念用我安尼畫，就畫水彩的時間給他畫好都是水嘛，你現在不能加啊，要到幾分乾才能加呢？什麼叫幾分乾呢？7分、8分乾，我們都要比給你看的。什麼樣在7分乾才能加這個筆？什麼樣的時候才能加幾分乾的筆？重疊這個顏色，這個技巧上是比較難的，要現場做給他們看。哇！咁文先生撒下來咩有愛開展覽？錯，一陣大家講一下嘛。我跟他第一時間，2024年
1月14就在我们高雄文化中心至真2馆，结果太长了一个展览哦。另外一个在2024年的12月年代的时间在台中，台中那个文化中心也买相同的安太场，月亮场哦，本来是联展的性质啊，本来在国父纪念馆嘛神抢的，不过国父纪念馆有3年的时间会停下来，过叫做停啊。月亮场里边主题全部用船歌哈，或者我们有没有看到花歌都算了哈。我就用船歌这2个字，来当这一次画展的主题。这2场都很大，每一场像文化中心一展下去都要到60几幅这么大幅的，哇，有这么多。总括是同船的有关的主题啊。有关的主题。我相信观众朋友今日看的，如果会好奇哈，到时这展览都可以去看一下。欢迎哦。甲祝福先生，可以展览画图，行嘅退休生活一切如果顺遂。其實也無算退休，還有啲高呢哈。希望接下來畫圖嘅生活如果順遂，祝福先生。咪感謝先生今日嘅分享，多謝。好，感謝主持人哦，感謝各位福氣來的觀眾大家歡迎大家。好，多謝先生，加各位觀眾無限可有接下來聽到先生好好運通。各位福氣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點讚，還有訂閱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氣來嘅消息。